哦，关庙星光啊，关庙星光村啊，哦，星光代天府附近，你看这围墙，画那么多美丽的图啊，据说是大智慧字面厂的老板花20-30万请一位当地画家，大概50岁左右，画这么多的彩绘啊，哦，很多游客，假日很多游客的，也有从北部台北新竹搭游览车来这边参观的，真的画得很美啊，不简单不简单，美化这个这个村庄，内容真丰富啊，画得很大的还好，真的好多地方都有画，我也要走一走去参观，不然呢，真的觉得好可惜你看，我们走那么久了，看到那么多美美的图画，好棒好棒，远处那边还有嘞。